OK， 最近咧我諗到一個構思，因為我年紀已經上咗啦，坦白講，咁我就諗住做一個真人真事嘅故事出嚟，就其實係由我出世一直到而家關於樂壇係點嘅情況，到底我自己本身由細到大又發生啲乜嘢事，我好想一一咁樣即係拍出2部戲出嚟，同大家全馬嘅人口籌5000萬，拍2部電影同埋1場演唱會，所有嘅全部都係免費入場，包括睇電影嘅時候，亦都係可以入去錄嘅。我相信大家入去咁多位戲院裏邊，都係冇試過走去拍戲即係錄影嗰部戲嘅。但係咧，呢一位我申請嘅就係可以將我個故仔傳出全世界都唔係問題，因為我就係好想全世界都知道到底有咩事。一陣間以下我會唱幾隻我自己嘅啲歌曲，從未出過街嘅。咁一啲或者係舊嘅或者係新嘅侵我都有，所以我會唱一啲插曲俾大家聽。OK， 係我自己所寫出嘅歌曲。辛辛苦苦咁呢幾十年入邊寫出嘅都有成200首，但係咧我只係想推出我30首歌。咁呢30首歌裏邊咧就會顯示喺入邊呢2部電影度分開出嚟嘅，2部入場都係免費，包括嗰場演唱會都係免費，而且到時大家邊一個全馬嘅人口，華人又好咩人都好，好想 join 我嘅一齊喺嗰個演唱會嗰度出現嘅，多多無人歡迎。多謝你哋支持 ，thank you， 多謝晒，希望你哋嘅鼎力支持 ，OK。